去食3間東京嘅日本菜，包括平價嘅廚師法版壽司、隱世嘅會席料理同埋銀座嘅鐵板燒。首先第一間係 Tabelog 預約嘅廚師法版壽司子無垢，喺 Tabelog 有3.5分，喺六本木嘅十字路口附近，地鐵入比谷線六本木站行1分鐘就到啦。午餐 Omakase 朝頭早嘅11點半去到晏晝4點鐘，可以逗留大概1個半鐘。16品只係5500 yen， 而8800 yen 就會包任飲啤酒、威士忌同埋果汁啦。瓶裝嘅葡萄酒同埋香檳就唔包括嘅。晚餐係晏晝嘅3點去到夜晚11點半，可以逗留2個半鐘，20品只係8800 yen 一位。14300 yen 就包括極上 Sake Pairing， 由有 Sake Diploma 資格嘅日本清酒侍酒師去配搭美味嘅清酒，而15000 yen 就會包括任飲啤酒、威士忌同埋果汁啦。可以帶嬰兒同埋小童，但係就需要預約用卡位啦。預約都算容易嘅。10月初食嘅時候有2款午市套餐，上就係包括13件壽司5000 yen， 同埋極上包括18件壽司就係7500 yen。當時揀咗5000 yen嘅上，大醬上菜嘅時候就會用英文介紹。首先前菜係 cream cheese、蔬菜同埋菇、比目魚，加咗青檸嘅烏刷。想講呢度啲薑真係非常之好食。竹甲魚、海鯛魚，大醬話係 dumpling 嘅，有蝦同埋蓮藕。鯛魚切成魚一樣嘅扇貝。中拖羅、金目鯛、小雞、石斑、赤身吞拿魚。如果坐卡位嘅話，就會一次一盤上幾件。之後就係三文魚子雜錦魚生飯。坦白講，Tabelog有英文套餐，證明呢度係遊客店。有時我自己就會比較中意遊客店，因為大部分都可以自由影相。當然都有遇過例外嘅。最後一道就係海鰻。然之後就蜆湯，5000 yen 嘅套餐我就覺得物超所值，可以再嚟啦。燒餐廳 Supreme， 地鐵入比谷線銀座站行1分鐘，或者係銀座線嘅銀座站行2分鐘就到啦。佢係連續3年獲得米芝蓮嘅麻布十番 Supreme 同集團嘅店鋪。Tabelog 3.44分都係喺 Tabelog 上面可以預約到嘅。今次食嘅 lunch course 全8品，每人係7200 yen， 包括魚同埋黑毛和牛。呢個價錢性價比唔錯，除咗冇甜品車，整體我覺得比 Teppanyaki 廳更加好。仲有平日網上預約嘅限定 casual lunch course 全7品，5000 yen 包括黑毛和牛，而 special lunch course 9000 yen 就包括黑毛和牛同鮑魚啦。晚餐套餐分別係13000、16000、19000、25000同埋35000 yen。午餐就可以招待小學生或者以上嘅小朋友，但係晚餐就唔招待啦。首先嚟嘅係靜岡蘑菇松露湯，非常之 creamy。跟住就係開胃菜，有時令嘅刺身同埋蔬菜，仲有三文魚子。再嚟就係鐵板燒時令魚，今次就係鯛魚，配嘅係白酒忌廉汁，裡面有百合，仲有啲蔬菜添。主菜就係鐵板燒赤身日本黑毛和牛，可以加3300 yen 換成 A5 嘅黑毛和牛牛柳。師傅加酒嘅時候，仲特意提醒我哋要準備慢鏡去影短片添。赤身嚟講真係好唔錯，完全唔會咬唔開。鐵板燒嘅時令蔬菜有菇同埋青椒。
己就中意加葉蒜片啦。白飯、葉菜、紅蓮子湯可以追加每人1100N，就可以將白飯換成特製大蒜飯啦。我哋就換咗1個人嘅白飯，先炸蒜末，再煎黃牛粒，然之後將蒜末嘅油隔開，跟住炒飯，跟住炒嘅就係透明豉油啦。最尾就上碟啦。甜品就係土粒雪糕，